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葉水美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大家分享有氧國標舞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先介紹我的2位助教。在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謝祥義老師，好，右手邊是我們的彭玉玲老師。好，運動係對健康最好的方法。在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先來暖身。現在我來帶大家來開始暖身。好，首先第一個動作是，我們的頭先往前彎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然後呢再往左2、2、3、4、5、6，重複一遍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，回正，慢慢的再將頭來往左邊繞一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轉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回正。再來，我們來動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兩邊一起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來我們來轉動我們的肩膀，我們從左邊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前轉，左邊開始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兩邊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現在請把腳張開與肩膀同寬。好，再來我們來做推胸的動作。好，先把胸往前移動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將兩手舉起，然後左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7、8，好，來手放下，好。這個暖身哈非常的重要。那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來暖身。好，那他做的係身體的動作，也來做臀部動作。好，來做一邊。好，來開始臀部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加快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基本的暖身就都要的誒。接下來，我們就搞大家來跳，我們的有氧國標舞嘍。好，一下開始我們來上恰恰。啊，恰恰要在舞頭呢，全世界流行，大家都都喜歡。它非常的可愛、俏皮。那麼，這個拍子呢，係4拍，我們是從第2拍開始跳，所以這拍子的算法係
2、3、4 and 1。好，第一排开始跳。那一下来到大家介绍一下，恰恰的追步，好，给前进的追步，好，嘿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从右脚开始哦，右脚前进，好，后脚，好，左脚头后背用脚掌，好，送出去右脚，好，它3步恰恰恰，好，2、3、4 and 1的4 and 1，这个是前进的追步。啊，前进的追步，来，我们左脚也来试一次哦。左脚前进，恰恰恰，哎，这是前进的。好，那有前进就有后退。好，那同样的，我们起右脚，好，右脚来后退，好，退后，好，退右脚，然后收左脚，再往右脚后退。好，这是退后的恰恰恰。好，前进的追步，后退的追步。好，这个是恰恰。好，我们刚刚讲的拍子有4拍 ，2、3的 2、3、4 and 1的这个追步。好，前后的跳法就是左脚前进，后脚用脚尖往前推。好，后退呢是右脚，好，先用脚尖固定，再把前脚拉回，再后退。好，这个就是恰恰的前后。那它也有左右。好，恰恰的左右，来右脚往旁边，第一步，好，第二步收回，好，再并脚推开，好，再踢捏往旁边，右边的恰恰，好，那往左边的恰恰呢，就是我的左脚呢，先往左边移动，好，收回右脚，好，再推出左脚，这是横的，好，横的追步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右脚。左脚推出来，右脚，再由左脚收右脚，脚掌推出左脚，连续动作就是恰恰恰恰恰恰。好，这是恰恰的追步，好，它有横的跟直的。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恰恰的手势。好，恰恰的手势呢，就是我们的拉丁手势。好，我们的拉丁手势，来把手伸出来。我们的伸出来手的女生的手势，就是中指跟大拇指下压，还有我们的手腕呢，让它有一个直角，然后手指往上延伸，这是我们的手部的姿势。那如果是男生呢，那就不是中指跟大拇指下压，它是后面的3指是往下压的，只有大拇指跟食指是往上扬的，这是男生的手势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手势伸展出去，好，收回的时候，我们先往上转，然后手肘带回。好，换边，一样的，右手伸展出去。好，我们的一样是大拇指跟中指下压，这是女生的手势啊，男生手势是3只手指往后。好，那它是左右交换。好，当左手伸出去，右手就要收回；右手伸出去，左手就要收回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拉丁手势，也就是我们的恰恰的手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介绍我们恰恰的臀腰的律动。好，臀腰的律动，我们透过我们的膝盖一弯一直，好，来产生律动。那重心站在我们的左脚的时候，臀部就在左边；重心站在右脚，臀部就在右边。所以我们的膝盖一弯一直，一弯一直的时候，产生臀部的律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祥义老师这边的动作哈，来侧面看一下我们的膝盖一弯一直，好，一弯一直，一弯一直，好，现在是左膝盖弯，右膝盖直，然后产生臀部啊，臀部的律动，臀部就是在我们的右边，然后呢，左膝盖直的时候，臀部就会重量放在左边，那左右来左右。好，产生律动，对，这左右产生律动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恰恰的臀腰。那
2 3 4 and 1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臀部的动作就是从左边到右边，然后4 and 1的时候，我们加快它的速度，4 and 1啊，所以从2 3 4 and 1啊，这就是我们恰恰的臀腰动作。来看一下我们玉玲老师的臀腰的动作，好，来一起and 2左边到右边，然后4 and 加快4 and 1非常的俏皮可爱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加上我们的手势，当我们的重心在左脚的时候，我们的左手重心在左脚的时候，我们先延伸出去，然后重量放在左脚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是同时带回，然后另外一边手势就是伸展出去的。好，来臀腰配合手的动作，就是重量放在右脚，臀部就在右边，同时我们的手也带回。好，一起的来做臀腰，2 3 4 and 1再一次2 3 4 and 1非常的简单。这个律动不但可以让我们健身，让我们的臀腰的线条会变美那大家来侧面看一下我们的动作来，我们请老师来一起转向左边，好，来示范一下，加上手部的臀腰动作。好，来左边开始 and 2 3 4 and 1 and 2 3 4 and 1很好。好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节奏步，好，也就是我们的并扭，再加上刚才的追步。好，并扭，刚才我们的2 3，我们加上一个横的恰恰恰，4 and 1，好，收回 and 2 3 4 and 1，好，这个就是节奏步。再讲一次，我们先把左脚收进来，好，并，好，这是 2 3，换右脚重心，好 4 and 1，把左脚带出去，做一个横的追步 4 and 1，好，收进来，换右脚收回 and 2 3，好，横的恰恰恰 4 and 1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节奏步。那侧面来示范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我们从左脚开始 and 好 and 2 3 4 and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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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跟着音乐来吃宽内。1 2 3 4 1 2 3 4 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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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。好，来转向左边，预备，好 1 2 3 4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2 3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向后。好，再做一次。1 2 3 4 1 2 3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跳脱等候，我们来休息一下。